愛情心理學。4. 依附理論中，感情要走得遠，揾個好人做伴侶。安全、焦慮、逃避、混亂，你心底嘅關係藍圖，了解自己，改善關係，改變命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博士，專攻臨床心理學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。感情要走得遠，真係咪揾個好人做伴侶就得？其實唔係咁簡單。喺你心底裏面有一個隱藏嘅關係模式，呢啲模式影響你點樣同人聯繫。心理學上，我哋會用唔同嘅詞彙去形容呢啲東西。例如認知行為療法 CBT 叫佢做核心信念 core belief， 或者基模 schema。 如果係精神分析，就可能叫客體關係 object relation。 但講到底，佢哋講述嘅都係差唔多嘅嘢。你心目中對關係嘅藍圖，呢個藍圖好多時源自你嘅原生家庭，影響你點樣理解幸福嘅關係。你可能理智上知道咩係好關係，但如果唔了解自己嘅基模，就好容易喺感情中重複悲劇。心理學家榮格講得好，直到你將潛意識變成意識，他將主導你嘅人生，而你會叫佢做命運。意思是，如果我們不了解自己內心的關係藍圖，它會悄悄影響我們的選擇和行為，讓我們覺得這就是我的命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唔明白自己嘅潛意識模式，就會覺得呢個就係我嘅命，而呢啲模式會一直影響你嘅人生選擇。今日我哋一齊探索下，究竟關係有邊幾種模式，同埋一個經典嘅心理學實驗，點樣幫我哋理解呢啲模式。經典實驗，陌生情景測試。講到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， 點少得心理學家瑪麗安斯沃斯 Mary Ainsworth 嘅陌生情景測試 Strange Situation Test。 呢個實驗係用嚟研究小朋友同照顧者之間嘅依附關係，幫我哋了解佢哋嘅依附風格 attachment style。 實驗點做： 1. 媽媽同小朋友一齊入一個陌生房間，裏面有啲新奇嘅玩具。 2. 媽媽陪小朋友玩一陣，然後突然唔講聲就離開房間。 3. 過咗一陣，媽媽返嚟同小朋友團聚。研究者會觀察3個重點：媽媽喺場時，小朋友會唔會放心去探索新環境；媽媽走開時，小朋友有咩反應；媽媽返嚟時，小朋友嘅情緒會唔會平復。依附關係有個重要功能，就係將照顧者，例如媽媽，當成一個安全基地 secure base。 有了呢個基地，小朋友就敢於向外探索。呢個唔單止適用喺家庭，試想想你第一日返工，跟上司去 networking， 如果你同同事關係好，互相照應，你會唔會更有勇氣同陌生人接觸？道理係一樣嘅，因為你知道有個依靠，就算唔順利都可以返嚟安全基地。透過呢個實驗，心理學家分咗幾種依附風格，我哋今日講頭2種：安全型依附同焦慮型依附。2種常見嘅依附風格。 1. 安全型依附 secure attachment 特徵。媽媽喺場時，小朋友會好放心咁探索房間，試玩唔同嘅玩具，呢啲叫探索行為 exploratory behavior。 佢將媽媽當成安全基地，有咗呢個依靠，佢就夠膽去試新嘢。媽媽走開時，小朋友會唔開心，甚至有啲焦慮，探索行為會減少，因為安全基地唔喺度。媽媽返嚟時，小朋友好快就平復情緒，媽媽唔使花太多力就安慰到佢，之後佢又會繼續探索。長大後點樣？安全型嘅人喺愛情中好穩定，佢哋信任伴侶，溝通順暢，佢重視關係，所以伴侶走開佢會唔開心，但佢亦好容易修補關係，情緒穩定。點解咁樣？因為佢哋細個時感受到父母嘅穩定關愛，呢啲經歷內化 internalization 咗，變成一個健康嘅關係藍圖。佢哋相信自己值得被愛，亦相信其他人係靠得住嘅。 2. 焦慮型依附 anxious attachment 特徵。媽媽喺場時，小朋友唔太敢探索，因為佢唔確定媽媽係咪真係可靠。
安全基地唔夠穩，媽媽走開時，小朋友反應好誇張，可能大喊大叫，情緒好似崩潰咁。媽媽返嚟時，小朋友好難安慰，情緒仲係亂晒龍，平復唔到。長大後點樣？呢類人喺愛情中成日覺得唔安，驚俾人棄，佢哋可能過分依賴伴侶，經常要對方確認愛自己，情緒波動大，容易妒忌同過敏。內心想法，佢哋心底可能有個信念，人哋總會離開我，呢種唔安全感令佢哋好難喺關係中放鬆，冇辦法透過陪伴重建安全基地。內化嘅力量，童年影響一生。童年嘅經歷好似一粒種子，會種喺你嘅關係模式入面。有句話講得好，幸福嘅人用童年治一生，唔幸福嘅人用一生治童年。內化是什麼？內化就是把童年的關係經歷變成我們內心的心理模型。幸福嘅人，佢哋內化咗一個健康嘅關係模型，呢個穩固嘅根基幫佢應付人生挑戰。唔幸福嘅人，如果童年唔好，佢哋可能內化咗不安同恐懼，長大後要喺唔同關係中努力修補。好消息係呢啲模式唔係一成不變。心理學上有個概念叫重新啟發早期發展 （Reanimate Early Development），即係話透過健康嘅親密關係、心理治療，甚至朋友支持，都可以幫你重新啟動停滯咗嘅心理成長，慢慢建立安全感。結語：了解自己，改善關係，改變命運。今日我哋講咗安全型依附同焦慮型依附，仲提到咗一個經典實驗——陌生情景測試。想知自己屬於邊種依附風格，不妨諗下你嘅童年經歷，俾咗你點樣嘅關係藍圖。了解自己嘅潛意識，先係改變命運嘅第一步。下次我哋會講逃避型依附同混亂型依附，仲有啲實用建議等緊你。鍾意呢篇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關注我哋啦。下次見。